問咗你最難忘嘅情人節啊，咁你覺得咧，即係你有冇收過一份嘅禮物咧，係比較咧即係貼心啊，或者覺得哇好靚啊嗰份情人節禮物咁樣咧？我覺得其實雖然唔係情人節禮物啦，不過係我 fans 送嘅，即係寫嘅卡咯。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中意收即係卡啦，咁我就知道。即係佢中意文字上嘅。哦，好有文化喎！咁你如果真係要送情人節禮物俾人啦，或者寫禮物嘅時候咧，你都會幫你整啲卡啊嗰啲咧，會嘅。畫公仔嘅。我唔識畫畫，我畫畫好醜嘅，所以我唯有寫字咯。不過寫字都好睇，不過我覺得呢個係最有心意嘅一個舉動。咁啊係，因為而家大家都係攞手機咧打完咧都好似冇感情咁樣啊，咁所以咧有寫字寫卡都幾好嘅。好啦，今日你會唱啲咩情歌俾我哋聽咧？咁大家都知道重要嘅事情咧就要講3次嘅，係，所以咧我而家就會唱想見你，想見你，想見你。哇！请你落成遗迹，不相信可化成回忆，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。你会回到冰河四季，我想把你抱进手里，你的笑多忧郁，让人深夜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，像座废墟。像是落雨，能否一场奇迹，一线生机，让我们又再一次相遇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。对你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时光改变了世纪，带走无知回忆，永远不退流行，是青涩的真心。你在心中寻迹，无法回忆，你拥抱了你，为我离婚时空，你的身体难过了，和你一层结局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对你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廣東歌啦，就係衛蘭嘅《在月台上等你》。每個夢思索着你，未見你像當我轉入成長的月台，像我記號被繁榮下載，在人海擠擁得不到。
過情人節嘅。我哋有請師傅。好，係啦，嗱，你哋第一次咧同咁多 fans 一齊過呢一個嘅情人節，有啲咩特別感覺咧？感覺就係好開心啊，同埋都多謝 Milky 嘅邀請，讓我哋可以同我嘅 fans 過呢個 show， 真係好開心。今次當然係我第一次同 fans 過情人節啦，我希望我之後都可以同 fans 一齊過。哇！即係每年都約定你哋咯喎，咁師傅你哋每年都約定佢哋咧？係啊。有冇拍低？你跟住佢哋每年攞出嚟你話㗎咁樣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其實咧，即係有冇啲咩特別嘅條件咧，可以咧即係吸引到你哋啊，成為你哋嘅另外一半咧？有冇啲特別嘅要求㗎？你哋即係樣子又好啊，或者係性格方面咧，即係佢中意邊類型嘅女仔啊，或者係咧即係身邊嘅朋友啊。咁啊 Amy 你又係咧？我中意乾淨啲嘅男。又係嘅，因為我個人都中意整齊，所以我唔中意到邋遢嘅。不過再加上可能我嘅有個 type 就係中意運動型嘅。哇！即係運動啊、健碩嗰啲啦，即係咁喎。佢運動完之後，佢有好多汗㗎喎，咁頂順咧？佢可以沖涼㗎嘛？哦，我以為你話我幫佢買就得咯。好啦，師傅咧。我覺得好似冇乜標準，即係如果我中意一個人，都係唔使咩太多嘅標準嘅，係啊，係，因為我覺得好似呢啲標準都係即係拒絕別人會多啲咯，即係我唔中意你，因為我中意咩類型嘅，其實都唔係嘅。如果你中意佢，乜都得咯，係啊。咁你哋唱歌咧會唔會加分咧？如果呢樣嘢，可能都會加分。咁你哋練好你哋嘅歌聲，陪阿師傅一齊唱啦！好多